您说的对。老大，这个铜匣还真在这儿呢。老大，老大，玄太医，玄太医！皇上，臣们一时旧疾发作，晕了过去。那他这个头疼的病有根治的办法吗？他这病打一出生就落下了，时不时就会发作。微臣想尽一切办法，也没办法根治。皇上，大哥，你也在啊？啊，老大，你好些了吗？李太医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老大，你刚刚的脸白得跟纸一样，真的要吓死朕了。其实要治我这病也不难，只是没有药引罢了。朕知道，你跟朕说过，要根治你的病，需要3颗龙珠做药引。这个龙珠就是皇帝的眼泪。只不过，朕自8岁登基以来，面对风云诡谲的诸多变局，性子早已磨得极为坚韧，恐怕真的流不出来了。我知道呀，你是皇上，是天子，岂能轻易流泪？不过如果想要你流眼泪的话，挺简单的，直接灌你1碗辣椒水，别说是3滴了，就是1盆也没问题。你这病情刚刚好转，就想着欺负朕，看朕怎么收拾你！啊，穆小弟，我头还晕呢。